今日我會深入拆解 Seventeen DK 成坤、烏時佢哋嘅全能力。首先睇 DK 嘅主武器係權，風係輔助，所以我會歸類佢係權主風副。DK 最大嘅特色係高音衝擊力，當你推高音嘅時候，聲音會直接撞過嚟，好似一拳打中你，但同時佢又保持豐盈嘅流動感，所以唔會太硬，亦唔會太重。呢個就係 DK 特別嘅地方。而家睇成坤佢主武器係風，權係輔助，所以我會歸類佢係風主權副。佢最大武器唔係高音衝擊力，而係情感輸出同埋故事感。佢會慢慢帶你入首歌，但係當歌曲需要爆發，權型嘅力量又會突然出現，所以成坤係風為核心，權做爆發。最後睇烏時佢嘅主武器係刀，風係輔助，所以我會歸類佢係刀主風副。烏時最大特色唔係力量，而係細節控制、轉音同埋音色辨識度。佢把聲唔會直接撞你，而係慢慢切入你耳仔，所以烏時嘅核心一直都係刀，風只係幫你增加流動感。如果有你揀，你最鍾意邊種能力？ DK 嘅權，成坤嘅風，烏時嘅刀。多謝收睇。